世界万行带，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昨仔咱搁减一个朋友咯。中华民国的朋友少，但台湾的朋友多。中华民国的朋友爱讨钱，台湾朋友敢有较大心？国际地位是好处在哪里？是做生意，也是换安心，也是换尊严，通好来换食穿。咱今仔日专班来讨论台湾、中华民国的外交关系。首先，小介现场的来宾，头一位是中正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蔡英雄蔡教授。主持人、平仁兄各位台湾新眼界节目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政治系教授蔡英雄。那么第二位是淡江大学拉丁美洲加加勒比海研究中心的主任龚国威龚老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淡江大学龚国威。那么第三位呢是咱国政基金会副研究员谢志团。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安，大家好。那么第四位是两华政策协会研究员吴锡志。主持人，大家晚，大家好。那么首先，咱就来关心啦。昨仔看到因的外交部长啦，算做在接受到电视访问，讲到台湾中美洲的好朋友洪都拉斯的总统呢 Castro 在 Twitter 顶头呢来讲已经指示着外交部长处理着甲中国建交的代志，台湾可能会阁失去洪都拉斯这个邦交国。洪都拉斯的外交部长嘛接受到媒体访问表示，是台湾拒绝增加金钱的援助，所以呢，才通好拍算甲中国来建交。咱的外交部强调，咱国阁继续拍拼甲外国来交朋友，不过袂甲中国用金钱来竞争。台湾甲中美洲友邦洪都拉斯传出邦交可能发生变化。洪国总统卡斯楚透过 Twitter 表示，要甲中国建交。洪国外长坦白讲，台湾拒绝增加金援，是因要甲中国建交的关键。Hemos propuesto en todo este tiempo un cambio de la visión de la relación entre Honduras y Taiwán, porque se había creado, si podríamos decir, un esquema basado mayormente en temas de donaciones y proyectos. Que vale la pena decir, pues son de alrededor。要甲台湾维持邦交，中国开出的介绍就是合建新帕图卡水电站3亿美金。不过卡斯楚并无直接宣布甲台湾断交，互人解读可能是对美国也有顾忌。前 AIT 台北办事处长包道格表示，相信美国捌阻止，应该是中国考虑精细，无亲像中国用心策划。美国参与外委会首席议员李启甲真侪个友台议员拢示警，中国揽中国的大腿，甲伊的空头支票是严重的错误。政府绝不会与中国进行金钱竞逐，同时也提醒中国政府切勿饮鸩止渴。外交部对于两国关系出现警讯，迄今仍努力维持邦谊。11月份。去年卡斯楚就职的时阵，副总统赖清德捌出席，前中国驻台大使谢拉是批评卡斯楚错误决策，会冲击当地真侪家庭，也佫打出卡斯楚甲赖清德伫中国会晤的相片，这个卡斯楚又佫伫讲白菜。中共的势力的这个扩张跟对国际社会的影响，这个是值得观察。相关的国安单位也必须要加强这个戒备，来去做相关的因应之道。我觉得这件事情呢，还颇有蹊跷。那这一件事情也还没有到最后的结果，我们还是会希望外交部持续的努力。甲中国邦交是毋是也有改变的可能呢？外交部讲也佫伫努力，不过总统蔡英文规划4月份要去中美洲友邦瓜地马拉加贝里斯访问，无去洪都拉斯，外界是解读台洪断交危机早就看会出来。记者综合报道。咱看这些新闻大内面一个重点就是讲无钱是万万不能啦没有钱是万万不能，无钱万万不能之外。到底断交无朋友是啥物意义？头拄一破题的时阵，我甲观众朋友讲，第三个就是讲，在这个时阵，其实
咱甲中国的这个关系，慢慢看起来，敢若有小可咧好弯哦，有航点啊，咱有航点要来开放，啊，因为总理咧讲话的时阵，无搁开始开喙就骂，吼，敢若看起来敢若好弯，结果搁来这个，啊，人是讲啊，这无一定是针对咱，迄是洪都拉斯家己欠钱，要欠钱用，啊，要来甲咱讨。老师你安怎看？尤其哦，拄好赖总统哦。赖副总统在宣布讲伊要来竞选总统，这送伊一个礼物啦。啊，人有安尼讲调工，敢有遮拄啊好？是你若看伊即个国家吼，洪都拉斯伊即摆的外债有200亿的美金啦。吼啊，有当时啊，就是讲伊爱包括伊伫国内欠的，啊，所以有可能爱世界总钱啊。吼啊，但是就是讲，咱若国家甲国家的外交吼，那亲像就是讲，咱是咧选对象安尼啊。啊，啥物人的骗金较济？吼，咱就有可能交伊做亲情，吼。啊，这洪都拉斯过去咱是交伊真好，但是伊无带念着台湾过去对伊的帮衬甲出力啦，吼。啊，对台湾来讲，讲实在，咱会感觉讲，咱的真心吼，换绝情，换绝情啊。啊，但是对洪都拉斯来讲吼，因是安尼啦，人善啊，毋是心肝硬啊，吼。就是讲，啊，人两骹钱四骹，我就是无钱嘛，吼。啊，中国就是利用这个心理，吼，会去处理这个外交关系。吼，但是我嘛要提醒啦吼，过去吼中国，伊只隔壁即个国家吼，这尼加拉瓜吼，伊嘛是吼，佮有中国的生理人吼，或者王健啦，讲去吼大兴坎挂保证，要甲即个国家开500亿的美金，要起一条278公里的运河啦。结果咧，最后即个生理人放讲，吼，伊比王老我先啊，敢若起10公里啊，吼。啊，这尼加拉瓜的总统，我体感嘛是去互骗去啊，吼，所以我意思就是讲吼，有当时啊，这个外交的部分就是讲，伊若是真心甲你交往，啊，事实上伊讲的承诺拢有做的话，安尼是无要紧吼，吼，啊无你的到时会变做安怎？你会是讲，啊，交台湾分手了吼，你敢想啊，有影较早台湾对咱足好诶，吼，啊，迄阵嘛袂赴啊，吼，迄阵嘛袂赴啊，吼，啊，当然佫有其他的国家啦，啊，我是感觉讲，这个代志还袂煞。因为伊是用推特放消息出来，嘿，因为伊爱一点仔时间，互美国来看讲，因为伊交美国是上大的贸易的关系啦。美国伫遐嘛有军事基地。美国要甲救无？无，美国伊遐有100万的即个国家的人伫遐咧上班，每一工拢爱汇3000万的美金等于即个国家。什么意思？美国到时若配面讲，啊，你若交中国遮好的话，我甲你断哦。吼，所以我是感觉讲，伊搁伫遐咧看呀，办事搁咧看，啊无完全讲吼，一困头就是要交伊断交。哦，老师的意思是。我是啊，当然嘛有可能就是讲，伊就是叫中国讲，啊你得爱较济互我的，吼，啊因为美国反对，所以伊就是世界讲较歹听啊，有当时啊人善。化解，嘿啦，就是安尼啊，是。关老师哈，刚刚蔡老师说的就是说，其实洪都拉斯甲即马伊还佫无下决心。啊，个人啊，搁咧试看卖，敢有可能有通挽回，尤其美国的态度。对，我很赞成前面蔡老师讲的，因为他这次从推特上面表示出来说，他要跟中国准备建交。从我们过去的这个经验里面，不管是巴拿马、多米尼加或者是萨尔瓦多、尼加拉瓜，他跟中国建交都是我们2个小时之前、3个小时之前才知道的。我们当然有风声，可是我们不确知。可是这样公开来讲，这是第一次啊。因为你想要跟中国建交，你会知道美国的压力一定会来嘛，你一定会，你真心想要建交，你就很偷偷去做了就对，你公布的时候剩2个钟头要签约，谁也阻止不了。可他这样讲，我非常赞成蔡老师，我觉得他是在对台湾跟美国在施压，就是说我现在需要那么多钱，我的财政上面有问题，我有那么多的公共建设要做，我那么多承诺给国民了，我都做不到啊。那现在的话呢？他说台湾他希望增加援助，因为他要的数目太大了嘛，我们没有办法。对你一下要个几亿美金，台湾是没有办法的。可是我觉得他是直接对台湾，间接是对美国。那你们找国际上的国际多边的组织，是不是可以来提供其他的一些贷款啦，然后来解决他现在需要的问题？可是我必须要强调的就是说，第一个，对我们台湾来说。这个问题你解决了这一次，那不代表过几个月他又有下一个出来啊，你就不断的要去面对。因为以这个卡斯楚的政府来讲，跟中国建交是他一个既定的一个外交方向。
在选举前当选之前他就已经讲了，后来是美国的那个 Nichols 那个副国务卿助理国务卿去那边访问，说提醒他们白宫希望能够跟台湾维持关系，所以这1年多来他维持过来。可你现在他开始动了，其实从今年1月1号就已经看到，对不对？他在巴西总统就职的时候，他们的外长就跟中国的副外长有见面嘛，在谈这个问题嘛，谈这个融资的问题。所以现在基本上还是在钱的问题上面啦。他跟我们要的钱太多了。那我们没有办法来付，那他就说，那他去找中国给。可是我觉得刚刚蔡老师讲的，他用推特这种方式不寻常，我觉得他没有要马上要斩断，他是看你们能不能满足，能满足他也不一定要去得罪美国去跟中国。可是他跟中国建交，我觉得长远来看这件事情蛮难避免的。不可能，还个会困难啦哈。对，就问夏老师哈，在你看起来。这个洪都拉斯吼，咱卖讲，咱普通人甲人交往啦，啊，拢咧发拍拉眼啦，啊，一日讲就讲，敢若迄个过去的古早故事哦，摕一支剑啊，剑，迄剑就讲啊，剑啊，咱啊，即马无通好食，咱转来去啊啦，安尼踮咧休踮咧害。但你认为讲，这种朋友爱交啊，唔爱交？这重点唔是讲这个朋友爱交唔爱交的问题啦吼，因为咱较早，我减一个是一个咧。对，咱较早朋友嘛是安尼对待咱啦，拢是用话价嘛。啊，你若无满足伊就回头就走嘛。哦，要毋过今仔日这洪都拉斯这项代志吼，我必须讲，有一点咱可能家己吼爱先检讨啦。哦，咱要记得立陶宛，咱互伊12亿美金，互伊升你一个代表处尔。啊，你甲想看卖洪都拉斯，咱迄是大使馆呢，有正式外交的关系呢。那个我甲你有正式，我甲你正式的朋友呢，你互迄个毋是你朋友的，你互伊12亿，啊，我甲你讨一个3亿来起一个发电厂，我8成，我你就120刀这电费，你甲我斗出一个，啊，佫有一个6亿的美金的贷款，咱来参详一个，你着无爱，迄个毋是你朋友，你着出12亿，啊，我是你的朋友，我甲你参详一个。所以今仔日伊用这个方式。就代表啥？伊要试你的态度嘛。无伊若要，伊就像较早咱一寡朋友嘛，人伊宣布的时阵，伊的外交部长已经坐伫北京啊，镜头随出来，两边踮签字啊，一点仔民主都无甲你留。伊今仔安尼做，伊是做互台湾看，做互美国人看，讲我留什么一个。哦，要毋过伊本身因为伊即摆现任即个总统，伊是旧年正月哦就任的时阵讲，伊就讲啊，嘿，伊讲我有可能哦，会走去北京遐做朋友。要毋过呢，伊佫答应伊的百姓，你用电120度的遐电费我替你出。要毋过伊即摆政府无钱啊，伊还去找这个钱，而且佫安怎？因为即个洪都拉斯这个国家定伫停电。伊是分区停电，今仔日才对停电，明仔才对停电，所以伊足需要是一个发电厂来帮助伊这个国家有人民有电，所以伊即摆就是爱安那爱钱嘛。哦，啊，伊讲啊，你这边12亿，你随花随有，啊，我袂当花一下价吗？而且我已经甲你预告哦，我已经事先甲你讲当我啊，哦，啊，你即摆甲我讲，啊，你花安尼伤悬。你今仔日若是这总统，无安尼啦，贾老师，若是你要互伊无？你当然嘛爱互人啊，爱互伊，爱互伊啊！你这边互12亿，你互伊做正爽快啊！但是他龚老师也讲啊，你即摆互伊，伊可能后来嘛是该反背无情，伊嘛是放你做你走啊。对啊，要毋过你加一个朋友敢无好吗？加一个生日，暂时，通我大家小斗阵的安尼啦。无啊，你加一个朋友是加一个人生日这本护照啊。啊，因为咱就是需要朋友啊，这就是外交部的官员，几十年来唔敢讲的秘密嘛。因啥讲外交工作一定要继续做，唔管开偌济个代价，一定要做落去。就是较早你到北京你拼的时阵，现在一定要拼落去。咱拼是拼生存，拼咱这本护照，有人承认咱的国民会当摕咱中华民国护照行出去嘛。哦，这第一咱小等好来讨论，我要请教着吴老师吼，在你来看。他这3位老师拢讲啊，这摆唔是中国最注意讲，甲西人讲来，是伊真正散倾散甲安尼吼，啊无法度，啊你一直甲你嗨，一直甲你嗨安尼，是安尼吗？我是感觉讲吼，基本上外交的问题绝对唔是讲单方面一个国家讲要安怎进行来啥进行吼，中国绝对有一个角色伫内底。啊，这个角色绝对是因为你伫中美做的投资也非常大吼，有这个国家嘛是因为讲中国的会使互因这侪钱的，所以愿意甲伊来交往，
甚至是说也愿意跟美国作对哈。所以人讲中美洲是美国的后花园，所以中国的势力进来，其实基本上这摆咱这个外交外交危机吼，上重要的嘛是这个国家当然伊散伊需要钱，但是嘛是拄着讲中国愿意给伊钱。咱看到北京的反应是安怎？伊当然竭诚欢迎有这个外交的关系，但是呢，伊嘛要讲即摆要马上要建交哦。为什么？伊看到的是讲这会使获得多少的外交利益嘛？因为对伊来讲，伊甲这个国家来讲，伊即摆手头啊硬的意思。伊手头嘛是硬，中国即摆手头是硬，无问题。但是最重要的是，这个国家到底对中国有重要伫对？好，重要伫对，当然即摆台湾要马上要进行明年要大选了嘛。个咱总统4月4月即将要过境美国嘛。这种后面的这个外交上的盘算我感是即摆中国在想的，所以钱的问题到底是重要？当然对这个国家来讲是最重要的，但对中国来讲，伊 pass 伊算的绝对都不是安尼。哦，所以这我特别请教，他都贾老师所讲的哦，这本护照，为着这安尼变生变死大家下本哦，落去互大家有当承认，起码超10几个国家通承认咱。那么有人就问讲，就归去，都世界都卖承认咱，不要紧，咱就卖开这个钱，甲扣起来去做民生啊，做国防啊，创好。那零，咱的外交关系是零，到底会啥物情形啊？是，就是讲美国一个老师有讨论讲吼，比如讲未来中华民国的拢无外交关系啊，无其他的国家愿意甲咱承认的话吼，因会考虑一件代志，就是美国甲咱建交啦。啥物意思？就是讲，你将我所有的拢封杀了啊，我就无所在通去。哦，你认为？毋是，因的意思就是讲，其实交这大国的关系真重要。你若中国一直安尼，一直甲打压，一直甲台湾的外交关系全部创了的话吼，我是感觉讲，伊嘛是会考虑这，所以咱目前这个邦交国内有一寡是美国会当掌握的啦，我感觉是安尼啦。所以我是感觉安尼就是讲吼。咱要维持这个外交关系，有当时就是拄迄个老师讲的，贾老师讲的，就讲这有当时用钱处理啊，但是有当时无外交关系的时阵，就是讲大家双方欢喜甘愿的啊。咱是咱要对立陶宛安尼，就是因为咱交易的关系嘛。有你会讲你互伊10几亿，那你若无互阮洪都拉斯一寡钱，但是问是安尼啊，就是讲咱台湾若交伊做伙的时阵有一个甜蜜的负担啦。啥物意思？伊逐不时就要甲伊讨钱啊，逐项拢要甲伊讨钱有当时伊佫讲过去迄个债务快当拢取消啦。咱台湾政府讲迄债务有诶是民间借款啦，我无法度甲你取消啦。但是洪都拉斯讲，看你会当取消袂啦？这算无合理诶要求嘛？咱无法度万项代拢答应伊啊！这个问题出伫遮啦有当时也是安尼啦，断交是要分手诶是因呢，大概咱去用分手啦，转来国内去用骂啊。这问题出伫遮啦咱就摕好人卡。对来怪迄个抢人诶国家啊！因为足侪我讲我过去去中国有接触一个学者，伊甲我讲马总统的时代足侪迄恁的邦交国拢要来交阮讲要建交，伊讲你莫来，阮即马当交台湾的关系算袂歹，你莫来。这招算好啊歹？你认为？毋是，伊这招意思就是讲你即马莫来，但是若有换一个政府无共民进党即种了，我开始拢要甲伊断掉啦。其实这种因拢是全部拢是因的操作。因的操作足简单，因过去嘛毋是即届讲要3亿个美金，伊过去伫遐来开足侪基础的建设。蔡老师，我的意思是讲，马英九总统迄阵时做的就是讲，我甲中国有默契，大家好来好去，外交休兵，安尼。但是咱即马要问的是讲，在我来想啦，20几个甲10几个，敢有差别？我想真侪观众朋友无啥有感觉。我一个数字啦，是，咱会签证落地签的啦，还是免签的啦，145国，145个国家排名全世界第34名。是，这2个当有意义，就是讲我头一开始就讲，中华民国的朋友少，台湾的朋友多啦。是毋是到上后尾讲我的这个护照拢无路用啊？我的护照拢无一个国家承认咱，但是我的签证爱甲人继续，敢有可能？
我是感觉，比如讲咱交欧洲一寡国家拢无邦交嘛，但是咱有申根签证啊。哦，啥物意思？就讲咱用咱台湾这个护照要去欧洲佚佗的时阵，有申根签证啊。好啊，当然有可能会当另外处理啦。啊，当然咱嘛无希望讲最后拢无半个啦，迄是上歹的一个结果啦。马总统的22个吼，其实伊嘛无增加咧，因为陈水扁总统23过去就真侥幸啊啦。嘿啦，来，郭老师，是啊。我刚刚的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变成0，它到底会是什么情形？在国际上可能大概只有巴勒斯坦。是，巴勒斯坦还有1、2个，是，然后还有甚至现在还在生出来的国家，如果是0，它的也总控起上面，这个，因为现在国际上面你这个国家也必须要国际承认嘛，没有承认的话，你自己宣称你是个国家是有主权的，也没有什么用处啦，所以邦交国当然是重要。你刚提到20几个变成22个变成12个，有什么差别？也许22个变成12个差别不大了可是12个变成5个，我觉得差别就很大了因为你现在刚刚老师有提到，有很多东西还没有例子，你不晓得你剩下5个邦交国的时候，国际上面你的护照会怎么样，能不能走得通也许会发生问题现在很少数，就像是什么应该是东塞浦路斯吧，那个是只有土耳其承认嘛，所以他也没有办法真正成为一个国家，所以国际承认是很重要的。刚刚老师也提到一个重点了，就是说我们在邦交上面这个问题。我们外交部也许很喜欢外交突破，你跟东欧的3小国，那是它可以讲是突破，对。然后拉丁美洲你在维持它，没有什么突破的感觉。可是邦交国的确是有它的重要性的因为你的邦交国，我们现在邦交国已经所有的邦交国加起来占全球的人数跟 GDP 都在0.1以下了啦很小，可是它至少维持的那个数目在，你可以对外宣称还是有10几个国家承认我们嘛。那可是你真的到一个数目，因为这个没有办法去验证，没有发生过。你减到7个，你再减10个会怎么样？有一个国家叫索马利兰，对，这世界各国承认伊的足少的，对。但是伊嘛是当旅行到全世界去啊，是不是？我相信他拿的不是索马利兰的护照吧？他应该是有一个很特别的一种旅行方式吧？他拿的是索马利亚的护照。伊摕索马利兰的护照啊，伊嘛是世界五，伊嘛是国民在行，我就熟悉这索马利兰人。伊到底无人承认啊？伊无人承认啊？无人承认，不过伊是摕因原来迄个国家的护照出来啊。无，我看伊是摕索马利兰的一本啊。不过你若无人承认护照，就是无承认啊。安尼我就爱来问伊讲，伊到底是安怎出来是咱台湾对伊特别好，所以甲邓囡仔互伊来嘛？我看伊是先去美国才来的对啦，这我感觉上好一个，我相信做者台湾民众拢看过啦。一个美国电影啦，《航站情缘》，汤姆汉克演的伊演的嘛，伊个国家政变嘛，伊本护照打入机场尔，随便无效嘛。伊是毋是困伫机场？这个活生生的例，这世界的就是安尼。你的国家政变，你的护照无人承认，你行到对就无法度，你只好困伫机场。这是上好的例，踮遮做互你看。美国人已经演互你看，所以咱大家毋免咧讨论讲，若无人承认，这就是下场，你就是困伫机场。就要等到你这本护照有解决方法时，你才有法度离开迄个机场。这我实来讲我无了解当中的这个逻辑关系啦，就是讲这本护照，有15个国家甲你承认，所以你会免签才有意义。还是讲，因为这寡国家，互咱145个国家免签的145个国家，是因为你还阁有15个国家承认你，所以我可怜你，我互你免签，是安尼吗？是。安尼就是美国人、英国人真甲咱可怜，所以互咱免签吗？所有的基础是你这本护照有人承认，这是所有免签来。这敢是国际法内面规范的？就是国际法规范的啊！你的国家无人承认，你护照自然就无用啊。是啊，那大家国家若独立以后，就是要求人承认。唔是，我的意思是讲。既然这个国家无承认咱这本咱的国家，所以伊看的唔是咱的护照啊嘛。伊唔是无承认你是一个国家，伊只是甲你无一个正式的外交的关系。对啊，所以伊互咱免签嘛。甲咱是唔是有外交关系？跟有直接的逻辑关系，还是国际法？老师，这个国际法里头有这样规范吗？没有，国际法没有规定这个。没有这个。对，可是问题是说，你刚刚的问题就我们这邦交国如果减到很少。我觉得这个
至少在现在我们看不到了哦。我没有要刻意钻牛角尖，我只是不了解那个逻辑。哦，这个真的你找不出逻辑啦。你刚刚讲到，只有3个跟5个，也许一样，现在人家会跟我们免签没有问题。可是你说今天没有邦交国了，那我相信台湾实际上人家也不晓得你没有办法去定位你这个岛屿上面的人到底算是什么了。对，因为没有全世界如果没有一个国家承认你的话，你也没有办法去宣称你有主权啊，你有什么？因为国际法上面国际承认是很重要，一个国家是不是真正存在的一个根据嘛。如果完全全世界我们说200个国家没有一个国家承认你的话，那你当然就没有，你就不可能是个国家。然后你很多的活动都会受到限制啊，你现在也没有办法去宣称，就是争取你要在一些联合国的附属组织要干什么，因为也没有人会帮你讲这些话了。这有影响。对啊，也没有人会帮你讲任何话了。我们说现在邦交国至少在我们希望的一些场合里面，虽然不是每个国家都会讲，可现在剩下的邦交国至少有12个都会帮我们在国际上面讲话，然后提出我们的诉求，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直接提出来嘛，只有他们帮我们提出来。是，对。吴老师，你认为呢？对啦，咱当然讲要想到讲咱拢无邦交国是要安怎，这很难想象啦，这个画面。那当然，我要相信，不管是台湾各个政党或每个人哦，拢无希望讲咱有一天拢无邦交国嘛。但是邦交跟所谓的承认哈，我刚刚讲基本上我们太过于去论断国际上的行为，譬如讲。我承认你这个政府存在，但是我跟你没有建交关系。其实某个程度上放在邦交上，其实它是领事的功能嘛。那这国家那有代表处理下，但是它其实我们不具备有邦交国，它可能也不承认我们是个主权国家，可是它承认我们政府功能啊。所以某个程度上，护照的价值是在于说，这个政府允许你这个国民拿着这个护照进入我的国家，是因为我承认你的政府是存在的。所以刚才其实这个。尤老师举例这个电影的情节，电影情节他讲的是政府内政出问题的时候，所以它不是在于说我们讲的在外交跟在护照上的一个这个连结啦。刚才都要写讨论这嘛，所以如果说假设今天必须要有外交才有办法使用护照，那就没办法解释我们现在的14个邦交国，我们可以去100多个国家使用护照咯。所以其实某个程度上，在护照的使用上，伊行为对于每一个国家来讲，伊行为是这个国家摕国民摕这个护照入来时阵，伊的背后的政府是啥，代表是啥。所以我承认一切政府的存在，虽然讲我不承认是一个国家，或者是说我不承认说我们之间有外交关系。我夏老师的意思就是讲，你遐上无你还佫10几个，所以我会想讲，你还佫算，你还佫有10几个啦，所以我是可怜你，互你啦，安尼是这个意思。基本上护照会使使用你比无邦交关系的国家吼，伊主要不是讲我可怜你，而是你这个国家是不是让我觉得你进来是对的好。基本上我是觉得啦吼，咱若是讲咱今麦去想讲没有邦交，当然我觉得不希望没有邦交关系，所以我们要维系一定程度的外交关系。但是如果假设说无邦交关系，那你护照不要都使用，那我们就没办法去解释，起码咱14个国家可以进出这么多国家的护照使用嘛，所以。在护照跟外交关系这样的一个连结啦，我觉得国际法上是没有据文的去有做这样的论证哦。那实际上为什么没办法论证？因为国际行为其实太多的是政治利益考量嘛，或者经济利益的考量。因为想讲你这护照，我想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到，无咱大家拢换台积电的这员工证，看有通啊行到世界啊。所以咱看有免签跟无免签嘛，中国伊邦交国较侪着，但是伊的护照无法度去较侪国家有免签的这样子一个待遇。所以为什么？难道我不承认他的政府，或是我对于他政府有什么样疑虑吗？其实重点就是在于说，我对这部分的护照哈，以背后的政府的一个效能，或者是同时他可能对我这个国家有什么样的一个利益上，我需要给你这个护照通过以及免签嘛。然后咱台湾今麦有这个机会，就是因为咱台湾过去。有这个经济，咱的民主，咱的政治，有这个价值，让国际上认同我们护照使用嘛。因为安尼，所以咱还是剩一个卡，所以互咱免签安尼，是干是这意思。咱佫转来讲哦，中南美洲啦吼，实在讲，头老师也讲着，这张地图摕起来讲，敢若地动咧，可能还佫有余震，刷落还佫有余震。其实咱维持中南美洲的这个邦交，其实也真辛苦，有诶20几万人，迄少吼。这个维持落去，他都贾老师也讲，
这钱就要降落去啊，要上无爱维持落去啊。蔡老师，你敢有感觉这应该要维持落去？咱会当互立陶宛12亿，啊，人落来甲你讲，甲你讲我也买，安尼。对。因为咱即摆有讨论，就是一个国家或者密克罗尼西亚，对，伊就是太平洋，伊就讲过去交中国交往了吼，发生足侪代志的啦。中国甲强啊，吼，中国甲乌西啦，吼，啊，中国甲金钟啊，伊感觉讲，当然这个总统已经是无选调啊，但是伊的意思就是讲，伊有可能要来考虑来甲台湾建交啊。所以这上面意思就是讲，即摆伊甲咱断交，咱能讲啊，这忘恩背义啊，吼，啊，但是我是感觉安尼啊。迄个人情留一线啦，日后好小看。什么意思？就是讲，无一定有一天因去遐吼，去到中国安尼欺负因，要转转来甲咱建交啦。吼，啊，我感觉是讲，当然无毋对，咱即马断交都真艰苦，但是有真侪关系，比如讲咱交纽西兰、甲新加坡嘛是无邦交啊，但是咱交有 FTA 呢，有自由贸易协定呢。这什么意思？就是讲，这就是中华民国的这个外交关系吼，是啊，讲实在是啊，真疗效、真凄惨啦。啊，这个原因是安那？过去美国总统讲，啊，你中华民国留伫联合国啊，啊，咱的周总统讲无来啊，吼，伊想要运作安尼，啊，最后的结果是安尼，咱来打这个这几十年来，就是安尼这个结果啦。吼，我是感觉安尼啦，这种真艰苦的代志啊，吼，啊嘛毋免讲吼，意思讲啊，这个断交啦，吼，啊，这就是安怎，我感觉就是大家爱共体一心来想办法，吼，来扣一个是一个啦，因为吼，咱即摆有。交咱有较有关系，有100个国家有真好的关系啦，就是你头讲的立陶宛啦，啊，迄就是经济文化，包括咱的晶片，迄拢是嘛，迄拢是会当交因有实际的关系。规气大家拢换晶片护照安尼去，其实我感觉这个对，这确实真重要啦，吼。啊，因为中国过去交往的国家，迄到尾来结果你知是安怎？伊吼去迄个豆腐渣的工程啦，啊无就是呢，伊规个中国的劳工走去迄个国家，结果拢因趁呢。啊，遐个当地劳工拢好心食脏水拢无啦，食无啦，吼。啊，中国无借钱互这个人，这个国家去起高速公路啦。结果伊咱有讲着讲，中国其实伊家己即马经济经营啊，手头也安。我讲啦，嘛倒足济啦，啊倒了吼，有当时来讲，啊你付袂出来对毋对？啊你这个港口99年租啊，过去因的香港、澳门就是啊，即马伊就是用这招去对付遐个国家。安尼这我来请教龚老师哈，照现在这个状况看落去。咱在中南美洲的这战场哦，咱应该继续吗？你的意见？我是觉得能够多拉一天就多拉一天了啊，因为我刚刚讲了，洪都拉斯这个国家，它的外交政策是要跟中国建交，可他现在还没有决定啊，也许有外面的压力给他，使他没有办法能够。就算在一起180天也 OK。你有180天之后，也许会下面一个问题，你还是跟今天一样想办法去解决那个问题。你如果你能够一关一关过，虽然每一关都不好过，可是你过了以后，你这个你的邦交关系还是维持下去嘛？但可是我是觉得那有一个限度了，就是因为我们要想到我们国民能不能接受。你今天说3亿美金，我们国家愿意给他贷款，5亿美金愿意给他贷款，但你要看一下国民的感觉，国民感觉很普遍，觉得这个太离谱，太没有办法接受的话，这当然对我们政府也是一种压力啦。啊，但是你说在立陶宛、东欧那些，你今天有个突破，你今天花了比较多的钱，可大家相对又比较能够接受，因为那个地方好像我们过去一直进不去嘛。然后拉丁美对，实际上不晓得，可拉丁美洲给的感觉，给台湾的感觉就是，因为每次断交，我们政府都会说他跟我们要钱，我们没有办法给，所以他转到中国。你弄久了就变成拉丁美洲就是来要钱的嘛，邦交国就是要钱，所以很普遍，台湾对于这些国家又很小。然后经济能力又不强，所以觉得给他们钱施舍多了就觉得很烦了。我觉得国民是这样子在看的。然后施舍多了，你还是最后你还是在跑，然后你一直拿钱来在两岸之间游走，来威胁我们，所以整个感觉很不好。所以这我觉得我们外交上面也是受到这个国民的限制啦。哦，这个所以你今天有能力，你往那边做了。到时候你今天怎么协助他了？然后过了6个月又跑出个消息，他又干什么要断交？那政府怎么去跟国民解说前面做的那件事情呢？啊，所以我是认为某个限度之内，当然还是需要光靠台湾。我老实说，现在我们的邦交国如果他出问题，他说要跟中国建交，你光靠台湾自己去跟他干什么，那是绝对没有用处的啊，没有一个国家有用处。你一定要靠美国，美国是我们在拉丁美洲邦交很大的一个支点。
啊，他愿意帮你协助你，不管在你跟他们的共同的这个经济合作，或者是在像这次洪都拉斯的问题上面，愿意一起去帮他解决一部分。他也许你帮他解决一部分，你不需要去帮他解决100%，也许就他现在需要你帮他解决一部分，也许这一关就可以过得去，啊，过得去那就延续，以后再有问题再解决，再有问题再解决。说不说拖，也许中国的环境有一天变得不适合让他建交了，他觉得跟他建交的话，可能对别的东西又没有办法交代了，对。等着看这个国际环境的改变，因为国际环境，尤其中美关系，对，也许拖到，也许过12月之后，这个政府觉得跟中国建交的话，也许国内的反弹会非常非常大，因为他表现出来很多很负面的东西，那时候反而他的这个建交的意愿就会降低了嘛，所以就以拖待变吧，对，因为你一下断掉了，后面什么都没了嘛，因为断掉的就不可能再恢复了，就人情好相还。对，贾老师你敢有同意？这外交关系要维持吼，讲实在的啦，有时阵吼有那真困难啦，有时阵呢真正是爱靠钱啦，毋过我同意头前2位老师讲的，讲有时阵是爱靠美国啊，毋过吼，因为即摆即个洪都拉斯即个总统因翁吼，迄道就是吼，互美国人甲用一个落台嘛，所以伊毋是在拖动我嘛，看美国人的态度嘛。今仔日上新的消息是美国的国务院啊，伊有发一个声明啦。讲吼，你希望你吼想清楚维持甲台湾的关系，这代表啥？美国嘛是有伫进行伊的努力啦，是希望讲吼，这洪都拉斯莫甲台湾断啦。毋过我相信啦，洪都拉斯伊即马是头壳摸咧烧啦，因为伊竞选的支票要跳票啊，无钱啊，纳电费啊，而且个停电的问题个愈来愈侪啊。听讲伊一年的预算然后30%都去行销，拢伫行销。因为因即马就是讲希望啦，是安那伊今仔日调监伫咧推特甲你讲嘛，因为这可能嘛是有输在第一来讲吼，我无想要甲你做朋友啊，伫咧推特放消息互你看。你敢若查某朋友当遐塞奶啊？伊即马就是要甲你讲条件嘛，可能这有一个期限啦，毋过我相信这个期限袂伤久啦。就是讲吼，希望你美国甲台湾好啊，考虑一下。我即摆呢手头真硬，竞选的支票要跳票啊。若跳票呢，我去后一边呢，无法度搁较选。莫讲我会当吼做甲任期结束，可能任期还未结束，我就互扭来啊。伊有那真需要人来斗相共，所以讲伊今仔日算一步，就是希望讲吼，大家来甲伊斗相共。伊即摆上要紧的代志就是讲，希望这洪都拉斯这国家有电啦。然后有电民众呢，这120度这钱个免这伊就表示呐，伊的证件已经实现啦嘛，伊就无迄压力啊嘛。我相信不多啊，伊即摆是想要渡这个难关啦。即摆无法度啊，人对方开出来条件讲，你就爱甲台湾当啊，袂当做朋友啊，我随甲你出3亿啊，甲你起一个发电站啊，搁请工来甲你做啊，你家己考虑看卖啊。其实即马大家要停啦，因为毕竟今年是台湾的选举年啦。我相信北京嘛袂遐冲动啦，无因咧外交部讲，我打讲一句讲，我欣赏伊的态度。这甲因较早讲战狼式外交你讲的话是无共。这就是咱下一个主题咧。这最近这个气氛看起来因敢若无定定要来甲你挑工，要甲你出手，因为伊也知影讲过去的经验现实。你若要选举的时候，我若讲愈多我就替民进党来助选。是毋是这种气氛？我就先小等下翻头来问3位先来问吴老师。当然啦，今年咱选举年嘛，所以对中国来讲，他当然会比较谨慎一点啦。因为你也讲，即马进程本来是互台湾这个好处嘛，即马雄跟你进行外交争夺，当然这引起的这个两岸之间的敌意螺旋嘛，这对中国来讲，伊嘛无希望讲这影响到选举啦。但是拄有老师讲因为这个中国在计算台湾的这个外交上的一个争夺伊嘛不是讲今仔日我真的是有心要跟你有这样的一个往来伊嘛是刚刚讲你境地有什么变化，我再看看要怎么去处理你。所以说我们从这一次洪都拉斯的外交事件，中国角度是看。我觉得短期来看的话，就要看4月这个蔡总统出访的这样的行程安排嘛。你有要甲美国的这议长来见面嘛？
国会议长你要见面，安尼可能这个就是他的一个可以进行相关的一些放解信号。对啊。啊，第二当然你讲洪都拉斯的想法当然无共嘛，啊，但是我是感觉讲咱台湾要面对两岸关系跟咱的外交处境哈，有当时用钱去处理，它当然是一个方向，但是我们要细看，其实现在台湾在整体上对外的一个相关的经济上的一个合作哦，其实有不太一样的哦。都要讲到立陶宛这个案件哈，台湾对是提供了12亿，但12亿有2亿是投资的基金哦，有10亿是融资基金哦，这意思是啥？基本上就是希望透过这样的投资来促进两边实质上产业合作嘛，伊唔是为着讲我这鸡蛋互你的，我就无被管嘛。啊，即摆洪都拉斯要摕的是讲你把我这过去的小清新的嘛，系啊，所以其实这个未来都有老师讲，龚老师讲的，我也蛮认同的哈。你未来类似的问题还会再出现啊，台湾有这几也在处理这哦，中国可能嘛无法度呢。所以其实现在压力最大的是在洪都拉斯吧，因为第一个但是现在现任总统卡斯楚一个政见嘛，但是问题起码看到是他国内的财政压力啊，所以当然咱台湾有需要去思考讲要安怎去帮伊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绝对不是一个台湾就会解决的。啊，第二，咱要解决是要用什么方式来解决？譬如讲，咱可能要建立什么样的投资协定啊？是咱要建立什么样的一个模式，来让这样的一个模式可以就是我们在看起来的是恶性循环嘛，没有让它转正嘛，让但是我看洪都拉斯这个国家，伊连投资的这个议题都未发生，伊即摆是连钱价都无够啊，你当好拍瓜，你就赶紧要来，这火已经烧到白白啊！哦，已经咧赶紧啦吼，所以在他拄仔咱咧讲的这个当中吼，有一个问题就是美国的角色。美国的角色，尤其4月份，蔡总统若过境到这个加州，啊，美国人会处理这项代志，伊当然会去算讲，中国这顺时会发生啥？啊后但是对美国人来讲，伊这过去是巴拿马共和国的。这个中美洲、中南美洲是伊的巴拿啦，伊即马敢若无啥爱插入中南美洲的代志呢？蔡老师，对，其实你来看这个洪都拉斯这个国家吼，伊出口去美国有21亿的美金啦，就是排第一的啦。啊，出口去中国是排第26名，850万的美金。什么意思？伊要看美国的头面呐。吼，啊，美国有一个规定，就是讲，伊这非法的移民，伊会当有一个临时的保护身份这个资格。吼，啊无你就无法度伫美国食头路，你无法度汇钱转去啊。所以美国会用这个甲你处理掉啊。啊，而且这个洪都拉斯吼，大家也知吼，伊这个国会这个总统无控制得手啦，所以反对党也有意见。啊，中国这个国家吼，伊若唔去有海地，迄海地就作乱的啊。你知无？海地作乱的啊！哦，迄我看世界各国拢唔敢去摸呢。嘿，所以我来讲啊，伊嘛是拢会看迄个办势啊。吼，我是感觉安尼啦，美国还未出手的啦。吼，伊今仔当然有讲啊，但是等美国出手了，才来看这个情势会安怎。吼，伊有可能嘛要甲美国要求，啊，过去美国嘛无爱答应遐济代志啊。因为有个代志就是讲啊，要单纯要钱等伫遐啊，那就等伫水内底共款，啊，你嘛无爱啊。所以有当时啊吼。美国人嘛袂当讲互你安尼啦，吼，因为互你安尼等于嘛无效。但是伊有伊的军事基地，你无可能搁中国搁做一个军事基地伫遐啦。中国也莫伫遐笑想啊，无可能啊，这个代志是无可能啊。龚老师你怎么看？我觉得美国会干预啊，可是能够做到什么程度，我觉得很存疑啦。因为刚刚老师讲到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洪都拉斯人在美国，然后他要汇侨汇回去。可是我认为美国不会拿这个东西来威胁洪都拉斯啦，因为你不让他汇侨汇，只会有更多的非法移民出来到美国边界去。啊，所以在这个问题，而且美国在这个南部的在这个非法移民这个国安问题，它是需要洪都拉斯协助的，它不是能够去压迫洪都拉斯做什么事情。如果洪都拉斯这个政府不愿意协助他的话，那人就一直放了往外跑了。对，你不让他汇钱回去，那他更放人出去了嘛？这都很简单的事情，所以美国不会这样做。然后这刚刚也有老师提到，现在这个政府其实跟美国之间的关系很不好，它是有。我们可以说他有仇恨在的，2009年那个仇恨一直摆到现在，那个东西消除不掉的。而且洪都拉斯现在对美国的态度是很强硬的。去年10月的时候，洪都拉斯就控诉美国的驻洪都拉斯的大使干涉内政啊，对，这个都是一直在过去不会发生的。像去年6月的这个美洲高峰会，洪都拉斯的总统也不去嘛。
对不对？这都是现在的这种左派的政府，现在开始对美国啊态度越来越强硬，然后自主性越来越强，他们会在这个强国之间保持一个等距。现在拉丁美洲常常讲的一句话，就是这些左派政府常讲一句话，他们不再以美国的利益作为他们的利益啊，美国的利益是美国的利益，他们会按照他们自己的利益去做事情。我觉得美国能够干涉的不是很多，而且越来越少，而且美国现在也不敢再去用太大的力量去压它。因为这些国家反弹会很强的，而且我刚刚提到了，美国也需要它的协助，并不是这个国家依赖美国，其实他们之间有互赖的关系存在的，所以现在就使得美国的施力点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咱要寄望美国人替咱处理咱跟伊的关系，这个你不能他对，如果他帮你干预，到最后损害到他自己的利益，那他是绝对不会做的。哇，这是胜盘跌起来。因为这最重要就是美墨边界这个非法移民最主要的一个来源就是洪都拉斯嘛，因为洪都拉斯的经济情况最不好嘛。那你现在去压迫他，然后更多的人跑出来，对美国有什么好处呢？更麻烦。对，更麻烦。这是美国的利益所在。美国的利益所在不在于中国在不在洪都拉斯设一个大使馆。墨西哥更近啊，墨西哥也有大使馆呐，中国大使馆设了好几十年，美国也没有怎么样啊。萨尔瓦多也设了，也没有怎么样啊。所以中国大陆是不是在洪都拉斯设一个大使馆，对美国的利益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不是，蔡老师说啊，我搞一个军事基地在那里，那是不可能的啦。那时候中国大陆没有能力在那边搞军事基地啊，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美国的利益不在于中国有没有在那边设大使馆，而在于说，如果他施压当然他能够跟台湾维持邦交是最好的。你今天施压太过了，搞得美国南部的这个国土安全反而更受到威胁，那是美国不会愿意去做的事情。是，安尼听起来，老师。听起来，敢若用咱台湾用钱甲降落去较有效啊呢？我是靠美国人咧甲咱斗相共。我是感觉美国已经真怀念啦。较早吼，咧中南美洲拢是咱朋友的时阵，有咱吼咧甲伊顾后院吼，伊真安心啦。啊，伊唔知影讲吼，咱较早是偌辛苦咧替伊顾嘛。啊，即马爱需要美国人啊，家己来插的时阵，因较知影讲，原来代志唔是遮尔简单。哦，逐个国家咧环境问题拢无共。你以美国要出手的力，这个来控制，啊，所有的议题，伊个安大好好，大家拢是要讨钱的啦。所以你认为上好要方式，咱用钱甲降落去，基本上因这个国家就是需要援助啊。咱因为伊即马要反悔是咱较早对伊的援助嘛，伊万夫妇的嘛，夫妇的顶来嘛。大家新选的总统咱夫妇的顶来。咱嘛站袂掉嘛，即摆美国伊嘛是甲美国讲啊，你要出偌济，咱会当来参详嘛。美国即摆家己头壳嘛是摸得烧啊，伊是要来针对即个洪都拉斯即个问题要来解决。其实中南美洲遮吼，即个非法移民嘛是拢都走去美国啊。你美国你是毋是搁开钱来饲遮个人？无就是搁开钱，甲因遮人搁送转来。你若无答应伊的条件，伊放愈侪人过。麻烦是虾米人？所以这个问题讲实在的啦，咱过这个中南美洲几啊10年啦，这有咱真辛苦啊。尤其咱甲洪都拉斯，这是82年的朋友啦，莫阁讲迄巴拉嘛，伊超过100年的啦。人啊活头就是要走啥啦？伊讲我国家我生存袂落去啊嘛，伊嘛是为着国家利益，为着伊的生存嘛。伊讲我今仔要走，伊要走随时会当走，伊是啊个爱拖动我。伊甲伊拖动我，就讲我有哪看你有情有义，咱大家坐落来参详。啊，毋过咱家己爱想的是讲，今仔会发生这个问题，啥咱袂当等去马英九的时代，就控制掉就好啊嘛。你要来找我做朋友歹势哈，阮即摆两边讲好啊，你莫来找阮做朋友，安尼无好吗？无，若是咱即摆，咱是毋是咱讲哦？无你做你去。你做你去，你好好，我祝你幸福。我也无要甲中国来竞争这个邦交国。我一边甲习大大讲，你拜托做好心的，咱就从此安尼，敢有可能？伊即摆就毋是安对咱。伊即摆就无安尼要对咱呐，是毋是安尼？吴老师，我是感觉咯，当然每个阶段那有一个外交政策伫遐啦，但是。并不能证明讲马英九迄时期伊的外交政策是最正确的，因为他的外交政策造成我们台湾目前其实外交处境，我们必须要跟其他欧洲国家来建立更不同层次的关系嘛。所以那好个嘛是这嘛是相对论来讲，这嘛是好啦，因为咱台湾
找到一个可以突破外交的空间的机会嘛。但是问题讲，洪都拉斯伊即卖问题是主要是讲第一，伊财政出问题嘛，伊欠钱，无法度生活嘛，所以要安怎？啊，我是觉得台湾哦，当然我们面对的就是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援助方式，但是跟其他国家来合作，或透过什么样的平台来去促使这个国家能够在财政上有所改善。我刚刚这是我们可以去思考的地方，但是建交跟断交那个是政治上外交的关系，但是问题是讲你如果能够建立一个方式来去维系你未来类似遇到这样的问题。老师意思讲我来找一个好野人啊，帮你介绍讲，无咱大家来斗参啊，拍拍笑啊你。对了，我们接下来会运到另外一个国家嘛，巴拉圭嘛是肯定有这类问题嘛，因为巴拉圭4月就要改选，总统就要选举啊，他们内部就要选举。所以他都老师在提这个地图来讲，还有余震伫啦吼。对啊，是。上后尾吼，这个时间吼，我有4位老师吼，因为咱也是爱甲观众朋友讲吼，第一，咱也希望当然希望台湾的朋友愈来愈多啊，吼。啊，希望咱的外交关系，咱的魔法部会当行出去，大家行路有风啊，吼。咱的外交部出去拢有代志通好做啊，咱的外交人员袂去用打压啊。其实咱的外交人员在外口的处境吼，就因为我真侪朋友拢伫外交部，咱的处境是真艰难吼。咱来讨论一个可能性，咱台湾一个外交路线，尤其甲两岸关系是绑做伙啦吼。上后尾这个时间啊，咱每一个老师一人才1分半来。是，其实对中国来讲，那就是吼。外交无啥物师傅啦，哦，用钱买就有啦，哦，因为伊若出较济钱，啊，这个国家会因为伊出较济钱嘛，出较济建设的话，伊就去交伊建交。但是问题毋是干那钱啊，哦，因为钱是表面的嘛，你对这个国家到底有好无好，其实伊拢会当去体会嘛。过去咱台湾做一个国家吼，迄个传染病拢做了袂歹咧，结果伊交中国建交了，迄规个就拢无处理啊，包括艾滋迄嘛是啊，吼。啊，所以我是感觉讲安尼，咱嘛是对咱台湾来讲，上重要就是实际的经济的关系，这才是上重要的啦。吼，啊，咱透过这个关系，透过咱的实力去甲因交往，吼，虽然无外交关系，但是真济所在会当讲。吼，我相信欧洲遐个国家嘛是因为安尼啊，未来乌克兰嘛可能是安尼啊。吼，这是我的看法。是，龚老师。我觉得现在刚前面老师讲的，现在洪都拉斯面对是他自己国内生存的一个问题。当他的生存没有办法维持的时候，你拿道德上面的东西去谴责他是没有意思的，对不对啊？所以应该做的当然是我们希望尽力维持邦交，想办法帮他解决。台湾光靠自己的力量不行，因为跟美国一起解决洪都拉斯的问题，让洪都拉斯移民开始往外开始变少等等，也是符合美国利益。就是说，我们台湾当然会尽我们的力量，也许美国那边他也可以帮他去找到其他的这些融资的管道，也许这件事情就可以过得去。那邦交无论如何是要维持的啦，这个数目字已经不多了，因为现在你少了一个，你就没有办法再增加一个。现在目前是这样子，而且人数越来越少，然后全球占的比例越来越低，这样是很棒。不过刚提到余震的问题，我觉得以现在来看，巴拉圭跟4月底要选举的巴拉圭，还有6月底要选举的那个瓜地马拉，我觉得这两个国家以现在来看呢，问题都不大啦。因为以瓜地马拉来说的话，他们有20组人在面前，就最前面的那2-3组都没有亲共的那个成分在，很有台的。那巴拉圭如果是他的执政党的继续当选，他已经讲了，他会跟台湾继续维持邦交嘛。啊，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国家，看短中期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龚老师来报佳音啦，好来贾老师。其实这外交的工作吼，真困难啦。我相信，台湾真侪人吼，拢应该有体会到啦。不过我咧想啦，你外交关系若要做会好吼，两岸的关系先处理又好嘛。因为较早有一寡伫外交官的前辈嘛，咩前夫嘛、蒋孝严嘛，因拢有讲过嘛。讲吼，这两岸关系吼，这地位啊是爱关于外交关系，所以讲你爱先处理好两岸关系，两岸关系若处理会好，你的外交关系自然就处理会好。这就是过去马英九的变，大家看会到啊。咱会当去世界卫生大会开会，咱会当去ICAO对不对？国际民航组织开会，这就是安尼来啊。你两岸若处理会好，你就行会出去啊。啊，你若要处理又无好，你也要甲人对呛。受灾殃的就是咱的外交的工课啊。咱即摆根本零头甲伊对呛是大部分都在跟咱抢吧？飞机甲你飞来飞去安尼，咱
什么代志都无法度来做啦。哦，不过这另外一回事啦。好，来，王老师。我是感觉讲，当然外交关系，咱的外交关系跟两岸绝对有关系，但是问题咱袂使为着咱为着两岸关系哦，去牺牲咱外交利益哦。过去马英九的时代哈，虽然讲两岸关系友好，但是那时候其实我们不是能算是我们有外交关系哈，本人说我们是臣服在中国的底下去维持外交的表面，所以我刚刚讲，咱未来台湾需要是去讲好咱台湾的故事，给外国人听。虽然讲伊无邦交，啊，他有邦交，有没有邦交？我们说好台湾的故事。第二，两岸关系当然是我们的重中之重哦。所以呢，我们要告诉这些友人说，中国有多么可怕，中国有什么风险哦，因为咱想了解中国。所以两岸关系对我们的价值，不是要钳制我们，是要我们去帮助友邦知道中国的风险在哪边。现在我们看到现在的外交危机，其实它另外一个面就是中国的风险嘛。所以台湾说好自己的故事，把中国风险说清楚，其实台湾对世界是有贡献。啊，这个要另外。